黃百鳴呢一單案，唔好以為淨係大老闆先關你事，所有嘅股票投資者都關你事。黃百鳴呢一單嘅新聞，好多人以為係明星嘅花邊新聞，但係我作為一個會計師同埋稅務師，話俾大家聽，呢一個咧係絕對於公司嘅高層啦、老闆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。首先，我哋分析一下內幕交易喺呢個證券及期貨交易條例入邊啊，究竟有幾嚴重先？乜嘢叫做內幕交易？唔係你自己去到買咧先至算係內幕交易嘅。如果你將一啲未公開嘅消息透露咗俾第三者知道，而令到其他人咧可以從中獲利嘅話咧，呢個已經係內幕交易嚟㗎啦。喺今次呢一件案入邊啊，法官已經講得好清楚啦。第一，唔會因為你係大股東，你係創辦人，你就擁有呢一個特權。第二，就算你自己冇賺錢都好，你都唔可以咧去到推卸呢一個嘅責任㗎。第三，法官亦都講咗，黃百鳴今次嘅辯解係咩啊？係荒謬同埋毫無說服力嘅，而且判刑之後咧，嗰個罰則咧係非常之嚴重嘅，可以去到監禁10年啦，而且每項嘅罪名咧可以罰款咧達到成1000萬咁多嘅。所以話俾大家聽啦，唔好以為呢一個內幕交易好簡單，其實證監會加稅務局雙重嚴管嘅年代咧已經嚟臨咗噶啦。呢一啲嘅紅線咧一掂嘅話咧，分分鐘身敗名裂。你覺得今次嘅判刑可以去到乜嘢嘅程度呢？喺留言區話俾我聽。